彭于晏和导演林超贤4度合作，目前正在赶拍大陆电影《紧急救援》，描述海上的救援行动。彭于晏换上消防员装备的剧照一曝光，都让影迷大喊真的是太帅了。导演林超贤，现在我们在拍一个是刚才跑出来的，这一次我们是换到从后面拍的。林超贤和彭于晏简单讲解拍摄画面，因为两人默契不在话下。第4度合作拍片，彭于晏这回化身成消防队员，展开海上救援行动。艺人彭于晏，刚刚天上已经有了山里，还有火里，还有水里，这个都会在真实的环境中拍摄。作为一个特勤员该有的基本训练，我们都得做，很多时候都要上课，就是跟教官，我们大家一起上课。日前剧组在大陆福州开放媒体探班也首度曝光场景，电影成本高达台币32亿，不只有好莱坞团队打造，就连制服和装备都来自欧美各地，为演员量身打造。导演林超贤，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见到的每一件东西，包括你见到的地下的，所有的都是我们做的。这个就是一个救援的基地，你看他们身上这套装备，如果把头盔算起来，大概差不多要8到10万人民币一套，因为他们现在穿的都是真实的。彭于晏可说是林超贤御用男主角，从激战开始到破风、湄公河行动，如今第4度找来彭于晏拍摄动作电影，彭于晏不曾被魔鬼导演林超贤吓跑，反而合作得越来越愉快。艺人彭于晏合作过很多导演，林超贤导演是一个我觉得他对演员特别好，会捕捉演员内心自然的一面，他也会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。彭于晏勇于挑战自己极限，让林超贤放心给演员发挥空间。目前电影还在拍摄阶段，得到明年才能看到彭于晏在海上救援的帅气英姿。